勞力士機芯油漬污垢抹友分享，呢隻勞力士116334，因為擺放同佩戴，從未做過洗油抹友保養，機芯入面舊油、變質、油漬同灰塵混埋一齊形成厚污漬，令走時變慢，擺幅不足，有機會偷停。扭開底過後檢查，整個機芯滿變質舊油、油泥、灰塵污垢、軸心、齒輪、寶石軸承都積滿污漬，舊油發黏。檢查有冇磨損、崩齒、零件鬆脫，確認淨係油污問題，零件無損傷，係長年唔保養典型問題。之後深層次清洗除油漬污垢，將金屬零件放入專用鐘錶清洗溶劑，機芯滿變質舊油、油泥、灰塵污垢，超聲波清洗，分多缸專用藥水逐缸清洗，針對細縫、齒縫、補射孔入面嘅殘留、油漬，將深層污垢徹底清走。檢查零件與微調，逐一檢查齒輪、軸心、寶石、彈簧有冇磨損、變形。補充重點：手錶建議大約5到8年做一次全面洗油保養，長年唔保養，舊油變質結成油泥，會加大零件磨損，縮短手錶壽命。